各位，天文台喺9點20分改發10號颶風信號。重複一次啦，天文台喺9點20分改發10號颶風信號，係自2023年蘇拉以嚟再次需要發出10號颶風信號㗎。熱帶氣旋韋柏為香港帶嚟2023年蘇拉以嚟第一個10號颶風信號，亦都係2025年第一個嘅10號風球。本世紀其餘5個10號風球襲港嘅時候，佢哋嘅強度都係強颱風甚至超強颱風，而韋柏最接近香港嘅時候，強度就係颱風級，係1999年約克以嚟嘅第一次。韋柏起源於7月中旬喺菲律賓以東海域建立嘅一道廣闊季風槽，韋柏胚胎環流廣闊，導致初期發展速度緩慢。日本氣象廳喺烈風警報發出後嘅42個鐘頭，先至將佢升級為熱帶風暴，並命名為韋柏。不過早於韋柏形成之前，傳統電腦模式以及近年新興嘅人工智能模式，都預測韋柏會以正常至較大環流逼近珠江口至廣東西部一帶，有機會對本港構成相當威脅。Metron 罕有咁喺風暴未進入南海之前，就評估3號同8號風球嘅機會係極高。隨住韋柏坐巴士橫過呂宋海峽，氣象機構亦都北調預測路徑。天文台喺7月18號星期五發出特別天氣提示，指出韋柏會喺7月20號星期日喺香港大約50公里掠過。天文台隨後喺7月19號星期六嘅凌晨發出1號戒備信號。韋柏進入南海之後，由於高空環境唔算理想，所以未有出現爆發性增強，但仍然以稍高於氣候平均值嘅速度發展，並喺禮拜六朝頭早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天文台同日下晝改發3號強風信號，隨後表示會喺7月20號星期日嘅凌晨12點至2點之間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並會評估喺禮拜日嘅朝頭早需唔需要改發更高級別嘅風球。但同山竹、蘇拉唔同，港府今次未有超前部署，召開跨部門記者會。韋柏星期六晚增強為颱風，天文台喺7月20號星期日嘅凌晨12點20分改發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按照現時嘅預測路徑，韋柏會喺今朝早頗為接近珠江口一帶。天文台會視乎韋柏同香港嘅距離同埋本地嘅風力變化，評估是否需要喺今朝早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8號風球生效初期，本港嘅實際風向係西北偏北，受到地形屏蔽嘅影響，凌晨風力未見明顯上升。但係隨住韋柏進一步逼近，接近日出時分，離岸同高地開始係吹烈風。由於預料韋柏會喺香港以南50公里左右掠過，佢嘅颶風區會相當接近本港。天文台喺朝頭早近6點，預告會喺朝早7點20分改發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喺2023年熱帶氣旋小犬過後，天文台加強9號、10號風球生效之前嘅信息發放。韋柏係天文台第一次以特別天氣提示作出9號風球預告。9號風球生效後，本港風力進一步增強，韋柏嘅強度亦都出現最後衝刺。雷達圖像可以見到，韋柏嘅風眼較凌晨時分混圓，眼壁嘅對流亦都有所增強。朝早9點過後，本港風向逐漸轉為東北，而韋柏北面嘅眼壁亦都開始橫掃本港，風力急劇增強。華南島率先錄得颶風。朝早9點20分，香港10號風球。韋柏喺中午前後最接近本港，喺天文台以南大約60公里嘅地方掠過，多處地區受到具破壞性嘅暴風至颶風影響，當中華南島、青洲、長洲泳灘、長洲、昂坪同大老山錄得颶風，維多利亞港內嘅北角同中環碼頭，以及港島南部以及新界東北部就一度吹暴風。8個風球參考測風站裏邊，除咗頭先提及嘅長洲錄得颶風之外，西貢嘅風力亦都達到暴風程度，機場同流浮山就錄到烈風。
韋柏喺下晝開始遠離本港，雖然本港嘅風力有所緩和，但係佢嘅強雨帶仍然持續影響本港。天文台一度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水浸黑點黃大仙一度出現水浸。天文台喺當日下晝嘅4點10分改發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再喺晚上7點40分改發3號強風信號。韋柏對本港嘅影響亦都告一段落。韋柏吹襲期間，超過33人受傷，全港有超過2200宗冧樹、7宗水浸同5宗棚架倒冧報告。機場嘅運作亦都大受影響，超過500班機要取消。韋柏襲港之前 Met One 喺風暴分析同風暴直播室都引用1999年嘅約克作為參考案例。韋柏同約克一樣都屬於颱風級襲港嘅風暴，但係韋柏埋門一克嘅結構變化同埋佢嘅路徑，令到佢為本港帶嚟嘅風力比約克略遜一籌。韋柏襲港前一晚開始發展較大嘅風眼，但係隨住風暴進一步靠近，受到近岸地形影響，眼壁出現往中心收縮嘅跡象。雖然導致韋柏嘅最大風力稍微上升，但係呢一啲嘅最大風力集中喺中心附近。加上韋柏喺香港以南大約60公里掠過，佢北面眼壁相關嘅颶風區最終只係影響本港南部。相比之下，約克襲港嘅時候，新界東北部嘅西貢、大美督都錄得颶風。約克颶風影響嘅範圍更加廣泛，主因係風暴更加接近本港，加上佢嘅風眼較大，因此本港更多地區受到眼壁影響，南部一度進入風眼。韋柏同約克另外一個相似嘅地方係對東南風敏感嘅長洲風力唔算標青，只係僅僅達颶風程度。呢個係因為兩個風暴都採取偏西路徑掠過香港以南水域。當風暴移到本港西南部，本港嘅風力回南嘅時候，風暴早已經受到地形嘅影響而減弱。但係由於約克更接近本港，回南嘅風向更加偏南，所以對南風較為敏感嘅青衣蜆殼油庫風力罕有地出眾，一度係吹暴風。而至於屬於前哨站嘅橫瀾島，約克就明顯跑贏大市啦。喺眾多嘅10號風球之中，僅次於1983年嘅愛倫同2018年嘅山竹同2023年嘅蘇拉差唔多。其中一個可能嘅原因係眼壁內嘅中尺度渦旋，令到風力短暫明顯上升。所以實測數據未必完全可以反映風暴嘅強度。至於韋柏同21世紀其餘嘅10號風球相比，有邊個強啲，邊個弱啲呢？我哋 Met One 選擇咗6個覆蓋本港東部同西部以及相對開揚嘅測風站作對比，包括風球參考測風站嘅長洲、赤鱲角、西貢同流浮山，以及喺維港裏邊嘅北角以及離岸海域嘅橫瀾島。結果顯示，韋柏所帶嚟嘅風力只係稍低過2017年嘅天鴿同2023年嘅蘇拉，以及今年另外一個10號風球華加莎。天鴿同蘇拉最接近本港嘅距離同韋柏差唔多，雖然兩者襲港時嘅強度比韋柏高一截，但環流緊密，最大嘅風力集中喺佢嘅眼壁附近，所以超強颱風級嘅風力都同本港擦身而過。天鴿蘇拉期間，橫瀾島第一次同最後一次錄得海平面颶風風力嘅時間，僅僅相隔大約2個半鐘，亦都足以見到兩者環流緊密嘅程度。相比之下，韋柏襲港嘅時候，雖然核心有所收縮，但風眼仍然較天鴿同蘇拉大，眼壁亦都更為接近本港南部，所以風力唔算明顯輸蝕。但係由於韋柏先天嘅根底冇天鴿同蘇拉咁好，而北面眼壁相關嘅颶風區亦都相對較為零散，所以橫瀾島嘅海平面颶風僅僅維持1個鐘頭17分鐘，而隨住韋柏向西移動，風力就回落至暴風或以下嘅水平。但係相比2012年韋森特，韋柏嘅風力就稍勝一籌啦。呢個係因為韋森特路徑嘅入射角，導致佢嘅颶風區僅僅覆蓋本港西南部，前哨站橫瀾島淪為配角。為本世紀6個10號風球之中
唯一一次喺10號風球生效期間未有錄得颶風，但韋森特喺長洲嘅風力就較為出眾啦。至於2018年嘅山竹，風力紀錄就大幅拋離包括韋柏在內嘅其餘5個10號風球。雖然山竹最接近本港嘅距離有成100公里，亦都減弱為強颱風，但係最大嘅風力集中喺離中心百幾公里外嘅外圍雨帶，所以本港廣泛地區受到風暴最強風力吹襲。當日橫瀾島海平面颶風持續嘅時間長達6個半鐘，期間更加錄得每小時180公里嘅持續風速，為橫瀾島創站嘅新高，足以印證山竹係一股環流廣闊、風勢猛烈嘅風暴。至於同今年另外一個10號風球華嘉莎相比，韋柏喺本港南部錄到嘅風力同華嘉莎差唔多，但喺本港北部呢就輸蝕一啲。颶風嘅持久力亦都唔及華嘉莎，主因係華嘉莎嘅環流廣闊，因此暴風至颶風滲透到內陸嘅能力以及持久力都強過韋柏。華嘉莎嘅詳細回顧，請留意我哋之後發佈嘅另外一條特輯影片。今個世紀6個10號風球之中，韋柏所帶嚟嘅風力可能排尾二。風暴亦都未有遇上天文大潮同漲潮，所以風暴潮嘅影響唔大。我哋甚至曾經喺風暴直播室裏邊形容韋柏係屬於較弱嘅10號風球。然而根據往例，當本港任何一個近海平面測風站錄得持續颶風，就需要掛起10號風球。韋柏襲港期間，本港南部亦都確實受到颶風嘅影響，發出10號風球係有佢嘅必要，更加唔存在唔達標一說。韋柏亦都提醒我哋，即使颱風級襲港，聽起嚟可能似1級，但只要距離近，受到核心環流影響，本港嘅風雨亦都可以相當顯著，唔應該掉以輕心。